做伙跳舞。我甲表演之前袂使食伤饱，会当食伤饱。啊袂起口误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讲口误诶，我拢讲可以啊，袂要紧，应该。阮厝内拢讲可以。就是演唱甲演唱共款啦，你乌哭啦后跳，乌哭啦后跳落。我即摆尽量帮你，你也讲袂出来迄个台语。哎，就是台语小老师。我尽量看卖安尼。长颈鹿，台语要怎讲？麒麟咯。哦，木栅呢？蛋姐，马莎。这个很标准，很标准。马莎，木栅的台语。木栅台语叫把沙。把沙啊，眷村的台语。贯穿。这样，有这种物件。厉害，贯穿。草莓。草莓啊！最好是气泡嘛。哎，我真唔知。红萝卜。啊，菜头。然后我阿妈拢讲你。后会青春。10档，今年10档，第10档。大家好，我是夕阳武士，这位是吉他手，我是王的，我是主唱阿峰，我是贝斯手Jason，是鼓手布宝。号这个名其实是我做介意一个香港的一个电影，叫做《大话西游》，伊是周星驰演的。爱来用一个角色，就是用这个名。伊大概出现短5分钟左右尔。免怎讲这个人，我感觉伊是一个足漂泊的模样，所以我足欣赏伊的迄时阵的气魄的感觉，所以我就想讲，和这个夕阳武士啊。就第一条歌就是《枉费青春》，《枉费青春》伊是啥？可能少年时有足侪，有一寡朋友可能较袂晓想，啊，因为较冲动小化，从我之后可能有一寡伤痕，啊，应该佮伊心肝内底一寡遗憾嘛，对，算讲是咧写即个部分的。4、3、2。台语创作这件代志，恁敢有啥物看法？唱久嘛是感觉足习惯，即摆要唱转来华语嘛是感觉怪怪。第一个是阿峰伊的开口，足适合唱台语歌的。咱拢生活伫迄个高雄嘛、南部嘛，台语嘛是较亲切，啊较有咧使用。啊，但是即摆的少年啊，台语渐渐并要听无啊，所以咱感觉咱有一个使命，就是讲咱会当继续坚持着台语歌一地，这是一个原因啊。我拢是同款的人，互相扶持相活，有讲也有笑。因为一开始拢想讲录影，大部拢是伫台北，所以受到这个通告的时阵，竟然是伫高雄，我感觉总毋免的。桥倒来就会当来录影啊，总毋免的，总免。上主要感觉即个台语，我嘛希望讲，做侪少年人拢会使听到即个语言是感觉亲切。毋免讲足够讲，有时我嘛是感觉会客，所以讲先听有较重要。啊，所以其实我嘛最希望讲，有一寡像音乐性的节目，我若用唱歌来表示台语，我感觉足赞。而且近台语台伫南部有一个中心对，嘛是讲咱若是南部少年家，啊若是想要从事相关的头路，就会当留伫南部，留伫厝，就毋免北上啊，就毋免北漂啊。海味61号赞。